事业不到存，动不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能讲按照进步的话，这个事业呢叫进步的评比啊，叫，但是因为上事业都上不了，啊，听意思嘛，要互伊囝得人看伊人，那嘛是安尼。但是当中就一心一意的去调整习惯，伊爱人，食讲，家己爱去食好诶，弄七八来菜，啊是啊，咱们食到足贵诶，食到足贵，食到老人食到胖胖诶，那足满意诶。我这都忙嘛咧，是什么出差好？那真正无钱，我来找钱你麻烦。唔过呢，你开你到3年，开发你到3年，这个钱要到钱是你调查的，但是等50块尔呢，唔是叫做一顿啊，叫50块尔。伊也食，伊也困，中午时伊也困啊，像你，拢伊啊，但是太着急啊。原因，第一个原因就是哪，大家也知菜，啊种米，啊无种，我你想种吼？当归，当归，当归。好，你再对来，当归我就上不爱食，再对来，哦咧，啊当归你做哪？你做大方嘛？哦。做大方嘛，做做做米，这样用做。啊，连做都做满意诶。哦，迄寿喜饼。摘菜来，那个摘当归来，啊，为了哪？大火山，伊这开包袱啦，所以苹果是爱放喺迄个哪？西人讲哦，伊就家己，到伊满意，几岁的时候呢？诶，我这个是，我离家比你家无聊，你记性好对。他上来，我发现间，泡泡有环境，而且刚刚读个语言，读个好经，读个大学生，叫阮读读读个，等一下来休息的时间是为了饭食茶，到下到哪行棋，我阵来卡拉 OK，就是话去唱卡拉 OK，老人啊唱袂对嘛，无要紧啦吼，欢喜就好啦。老人做就好啦，欢喜。啊，你今日开办这个物件，可能5000块物件，一个所在人问题。啊，你今日若无安尼，你要建立在负在负点仔头，他们讲是非。好，啊，大船做到船，人民万里口嘛咧去行。啊，我伊后尾问讲，哦，啊嘛无那么实，你个咱们那些来迄个探亲啦，吼，嘛无人来。